这呢酸？面为何这呢长？世情演变，使人袂安算。今夜犹原目镜到天光。种种的思恋，种种的情怀，感觉愈来愈远。心内的忧愁，心内的超凡，叫声人来慰问，恐惊咱的情像无形啊软。千年的日子也无地圆，倒位找解脱避远？平通啊，好起床啊啦！日头拍尻川啊了，紧起来吼！老夫人啊，咱大少爷就伫咧相亲啊，你搁家己当做干那囡仔？伫老母的目睭内吼，囡仔活到100岁吼，犹原是囡仔，袂改变的啦。哎呦，但你是甲啥人啉烧酒，安尼啉到遮尼醉啦？哈？那不是甲什么人？阿娘，什么代志啦？啥物代志？老夫人哦，看你到即阵还袂起床，就准你倒位咧无爽快，搁特别咯交代厨房炖怎啊莲子汤，要来甲你补一下。来，紧来趁小囡仔。恁出去啦，恁出去啦！我啥物都无爱，我要换衫换呀，恁出去好唔啦？好啦，安尼出来去，无你等下吼，衫换好了后，食碗物件，吼，再来安尼房间，安尼我甲你参详吼婚事的代志。嘿，哇，你是安怎啦，明通？少爷，哈？无为安怎？就是无想要相亲啦。啥物啊？少爷啊，迄大喜的日子拢行，你哪有袂困算笑呢？是啊，明通，是为着啥啦？哈？阿娘，无为着啥啦？我不爱相亲，就是不爱相亲嘛。你讲诶，莫搁假啊啦，搁假就无成啊啦，讲啦。你芳诶，你是安怎啦？叫你免假啊啦，讲啦。即摆哦，是足歹的消息啦。你芳诶。今仔日足无自然啊！即摆袂自然啊啦！我实在哦，有忍心甲你讲，我甲你讲，你会艰苦。你是食毋对的我心啦！一个面叫啊哪苦过咧？你也毋是第一摆甲我讲歹消息啦，你顶摆甲我讲足侪歹消息，我敢无偌艰苦？讲啊！毋过，大少爷伊讲。伊无想要遐尼早成亲啦，你搁计啊真神哦！好啦，这吼准做是歹消息啦。啊，你即摆话讲好消息啦？哎哟，即届无好消息啦，敢若有大少爷甲老夫人讲的，讲伊无想要遐尼早成亲啦。大少爷。才是讲伊要相亲，大少爷就是讲迄句讲，伊无想要遐早相亲，伊哪去讲安尼，我嘛想无。若是安尼讲，
无毋对，我确实是安尼讲。唔通是？你若要知影为什么，问你家己。到底是为什么？所以你安尼对待我，我这么爱你，这么注重你，到底是有记得啊无？是安怎？是你唔对，还是我错误？应该算是一见钟情。对我是真情，伊对我感情是真情，我是查某人，我感觉得出来。你遐尼爱护我，照顾我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敢讲我有做什么唔对？是我错误是？云通，哪唔甲我讲？哪唔甲我讲？阿姐，你莫安尼啦，到底是安怎啦？我想真久，我确实想真久啊！一定我有做什么唔好，我唔对，所以才会突然变卦。无，你根本无做唔对。我看吼，是伊家己做唔对啦，你无唔对。我无爱放在心肝头。我明仔载要甲问这个清楚。倒位找解脱秘远？雨为何这呢酸？暝为何这呢长？云通，云通，我已经无顾我是查某囡仔的自尊，前来甲你讲这件代志，你大概袂甲我拒绝啦吼？云通，是毋是会用将真正的原因甲我讲？真实的，我免甲你讲。云通，我若知影真正的原因了后，
你要做什么决定，由在你啦。这个痛苦的决定，不是我要爱的。你的话是已经决定，既然是已经决定，你就无应该，互我糊里糊涂，啥物拢唔知啊！真正糊里糊涂的人是我。我到即摆阁唔知你是安怎要安尼做。明通，你讲这话，我听无。我昨暝一直伫咧问我家己，我想讲，这可能是误会，真可能，唔对是我。明通，真正是我唔对。已经无重要。这重要，明通。可若是我唔对，我甲你回心的。莫讲你，你就是要知影原因。明通，我是想要知影原因。明通，你莫有话放在心肝内，好无？确实是会放在心肝内，无唔对。明通，你是毋是用个心平气和来甲我讲这件代志？心平气和，你是要叫我来心平气和？自从发生这件代志了后，我心肝内偌痛苦，你知影？是什么代志？是什么代志？你莫搁假啊！你莫搁假啊！明通，我真是有问过我自己，你互我一个真正的原因好无？你是安怎会突然改变？我无改变，我一点仔都无改变。小雅，灵通啊，唔听落，讲详细理，到底是真咯，也是假的？照娘啊目屎，我来滴落地，安怎风配这呢多？全无想到人用假，简单米芳啊伊一个。少爷，你这是何物苦咧？看你啉甲安尼哦，老夫若知影，伊会做伤心的，你知无？无你的代志，你转去。你要啉酒，你若要啉酒吼，我去泡粿你啉啦。干杯！哎呦，啊，这酒哪会遮苦遮咸，足歹啉的。少爷，你莫搁啉啊啦！迄烧酒哪会解忧愁哦？世间就无自杀的理由啊啦！你心内苦，酒搁较苦，安尼苦上加苦，你这是何物苦咧？啊，真正是我苦！你转去，查某囡仔人来遮啉什么酒？哪会袂用的？你就会用的，看要甲人亲亲就亲亲，唔甲人亲亲就唔甲人亲亲。你遐尔啊无理，我哪会袂用来遮啉烧酒？米芳啊，含你也咧责备我是？少爷，少爷，我唔敢责备你啦。但我今仔日咯，是冒着互老夫人死头路危险，专工来遮苦劝你的呢。少爷，阿娇哦是世间上上介好、上介好的姑娘，你哪会遮尔啊唔知人珍惜啦？莫搁提起伊的代志，你唔知啦？啥物我唔知，我足了解啦。
你心内哦，就爱阿招啊，无你今仔日袂遮痛苦。少爷，恁互相拢遮尔啊爱对方，所以你根本就袂用去相信别人调工设计误会啊。误会。是误会啊！张阿某，阿招啊，伊伤心甲安尼，伊伫咧责备伊家己，讲可能是做毋对。也毋过我毋相信，阿招伊无毋对，毋对的人是少爷，你无甲你受气的原因讲出来啊，这才是毋对。你是咧讲啥？我听拢无啦。你听有啦，少爷，你爱相信。阿招伊绝对无对不起你，你爱相信伊啊！无对不起，啊，毋过伊少爷，你莫伫咧验过啊啦！阿招啊，遮尔好个查某囡仔，你若毋知人爱惜哦，你就是一个戆大呆，而且哦，你会后悔一世人。我咧学习写字错。搁下摆我看卖啊呢，顶日是正人咧疼小人呢，无够那人哦。我甲你讲哦，康贵着认真做，甲做好，囝若无我这头家会甲你死透咯。啊，唔开心呢？顶日有证物明通啊，相信。嘿，草啊猪啊，想要硬鸡肉死，无可能嘛！快紧甲我就好，通通总整理好，好无？来，我多你看唔该，看。今日是咧受气啥？啊？无啦，人咧阿舅哥，你看起来都伫咧可怜啊。何必着搁对人安尼呢？你都唔知影你较早我遐摆咧，你拢根本伊个目睭内拢无当作我是个头家。吼，要搁大你，唔系听我紧嘞，啊！好啊，莫生气啊。好，这个印刷姑娘哦，好，厝诶哦有办一寡酒菜，伫咧等。我来去。我爱讲哦，爱甲客哦，无小等你我转来哦，我绝对甲你啊！好啊，你小心，我对后壁。好。阿姐讲，毋是讲我要甲你献痛是安怎？你若着为着一个野心气骨的人，来咧受遐尔大的苦。周大爷，你的意思是，唔通对外口有查某是？我是无安尼讲，是咧讲，伊目前有交着新的也无，我是毋敢看。啊，若是讲准备要放杀旧的啊，这应该讲是事实。我才真想袂遐，若讲啊，这明通哦，伊会敢讲找遐愈来愈差。就阿舅讲，你遐尔好，伊袂好啊来疼惜，啊偏偏去交一个迄落。我知我也袂晓讲啊，总是哦，我才替伊心头不平。你也免烦恼，世间的查甫人遐尔多。你若得来为一个无爱顶个查甫人，来咧受遐尔大的委屈，讲我就我死婆，我是倒一点比较差。像你讲的，
通受照顾。莫讲这，阿姐，我对你是真心的。倒位找解脱秘远？雨为何这呢酸？暝为何这呢长？我对你是真心的。就大爷，你莫安尼啦，安尼歹看啦。你等去啦。你，好好，要无我即马随离开这个所在，另间我再过来看。这就是原人性。你相信这是原人？这种无亲像原人的原人，你也相信？啊，若无这张批，是安怎安尼写？是安怎安怎写？甲我若安怎写，你就安怎相信先？顶一摆，你才伫我的房间口捡到我的钱，你就会晓讲，迄是侮辱，是陷害。你敢知影？当你提出我的理由了，我心肝内是偌尔正感激、甲钦佩你。现在顶一摆你就要相信，也这一摆，这摆完全无共款。为什么无共款？我伫台湾无亲无戚，谁会写批予我？这个查甫人，倒一个查甫人？是倒一个毋食查甫人？是啊，你一定唔相信。我伫个等家这么久，我甲你做伙这么久，我敢捌甲你讲一句较钦佩的话是？我都毋捌甲你讲，我敢会甲别人？我做爸母绑了我上界敬爱是我的爸母，也你是我所爱慕的人。要是毋是有在你，这是我的真心话，也就是讲，你是我一生当中所想要依靠的人。我应该讲的，拢讲煞。我今仔要听你讲安怎？我也是感觉迄句话。既然无能做夫妻，至少会使做朋友。感情是自私的，
阿舅，阿舅，阿舅，你莫有白收啦，我来陪你开讲。阿舅，你是怎去倒？甘宁通。阿舅唔知倒去倒去，你看这是老的皮咯。啊，唔是走无去啦，去讨价啊吼，无面通嫁人去自尽啦。小杨，小杨。可能是我猜天命，风泉的路就爱行的，陪神老予伊明通听。我是清白徛真正，明通看批，我是才知影。找无照让我口出声，心肝一阵落，我是一阵痛，大声来叫着伊的名。嘉玲，嘉玲，嘉玲！嘉玲，嘉玲，嘉玲！嘉玲！我对不起，嘉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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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不应该误会你，你原谅我，走进来啊！嘉玲，走进来啊！嘉玲。请你原谅我，我不应该误会，我不应该误会你。你记我。向行咱的情，像无形啊软，千年的日子也无地黄。雨，为何这呢酸？暝，为何这呢长？这我送这的乡亲好朋友哈。来，我绝对我各位厝边隔壁，各位亲戚朋友，多谢多谢。啊，今仔日这对新人吼，人咧讲春宵一天6000金啦吼。阿妈，请你先等下滚吼，多谢，明仔载来啦吼。多谢多谢。你是做啥啦？价都还袂提咧，也搁早咧啦。哎，来，大家
大家带你们闹洞房。啊，你就赶快行哈，啊，是这较保重的哦。人家来了哈啊，你。有时间就较接来咧。啊，好吧。来来，哦，多谢你，多谢你哈。来，你带你去看看头。今日你要看行哦。多谢你，多谢你。啊，你上眼光啊，找着好媳妇，实在是福气。多谢你，多谢你。好，随行随行。安尼算讲完成任务啊啦吼。就是啊，你看嘛，人咧学了我吼真有眼光呢。啥物咧学了你？当时咧学了我有眼光，这你咧走咩事？哦，拢有眼光，拢有眼光，安尼唔好。安尼甲差不多。就大爷，你是阮新郎官好朋友，你哪会用安尼啦？哎呀，迄就是好朋友，唔才要入来闹洞房。你无听伊讲，这一来啊是面俗留落来传统。你来，这洞房哦，愈闹哦，才会愈旺啦。啊，你对不对？对。阿师啊，我看安尼啦，无准拄好啦。啊无吼，你若要闹洞房，后边你若是成亲的时阵，我嘛要甲你闹洞房哦。迄我唔惊，我吼上硬来甲我闹，啊我吼嘛上爱共闹洞房。哎，大家啊，咱哦永暗来甲看新娘，今仔日永暗有特别较水无？我甲你讲哦，我是阮老夫人派来照顾阮小奶奶，所以我有迄个责任保护阮小奶奶，唔通向搅了，你知无？但是最起码吼，嘛得对这人有一个交代，啊无安尼嘛，叫新娘将这酒拢总甲啉落去。你冇去啊！你冇？阿师，你知影新娘袂晓啉酒，我看准拄好啦，无你较早当休困的啦吼。无面孔，你若煞讲这个话，我问你，今仔日这款日子，若讲我是你，还是讲你是我？你讲，你想你要安怎做？你讲啊！你讲要安怎做？你讲啊！你安怎做吼？我替阮新郎官回答啦，伊是伫咧想讲吼，迄是无可能的。无可能。我甲你讲，其实吼，今仔日的新郎官应该是我。你哪有袂讲啊？我无袂讲。当初是阮两个同齐熟识阿舅安尼，若是我大声在录音的，连咯，你讲对唔对？你讲啊！我对唔对？你讲，你家讲啊！阿师啊，我嘛时间无早，你等休困哈，无时间无早。免急啦，啊，当你是要用笑死啊？唔捌做着头家人啊娶，啊，你后摆甲恁某久久长长，逐工伫咧做伙，啊，你是咧急啥？你是咧急啥呀嘛？好啦，你若假使讲一定要闹洞房吼，有安尼啦，你到底是要爱我答应你啥物？你做你讲无要紧啦。你要答应我？你讲的哦。大家拢总有听着哈？新郎官要答应我，好，上简单，叫新娘当众人的面头前，甲我亲一个。总是好心也错啊，要真心思啊。对啦，咱较早的人讲成家立业，我这个手头应该就放有囝的时阵啊啦。啊，对啦，大爷，你若早晓，咱咧想哦，这阵就真享受啊啦。哦，啊，那以后咱单节生意都靠阮这孙仔去做倒啊。哦，无你的代志。啊，你若较莫插代志的吼，离婚还佫会伫咧啦。啊，若你插落到底吼，这就真歹讲啊。真个，啊，今仔是伫咱大喜的日子，啊，你人是走去倒，走到无看人影。歹势啦，我去接演算的啦。好对啦，这我介绍，这演算的啦，就是我这出来水某啦。我想讲哦，英阿某日子足好啦，
我带入来用咧双喜临门啦。大哥，大嫂，我今早就想要来看恁呢。喊啦，等下，无啊，这走底是安怎？啊？阮无死两外，啊人我即摆已经变好相王啊，算起来我是离邦的。我咧决定哦，听我讲的啦。我想讲以后要请人吼，这都讲好啊。这种代志以后再讲啦。这我哪样讲的啊？啊，我照意思，先成家后专心治疗嘛。点你，点。秋玲，哎呀，哎呀！我只看以后就是安尼甲我请教，是倒位过分？你讲倒位过分嘛？你本来就怪我啦！我讲，一个大只大人，我听上去都会好嘴啊！你凭什么？我啥会当？你是凭什么？问题啊！哎呀，阮大爷问题啊！老爷，老爷！秋玲，阿爹，阿爹，你先，我来爹先来安尼啦，我明仔会走。你叫先生，你叫先生哎呀，啊！免叫啦，免叫啦！我看吼，是新娘甲大官对枪啊，唔才会变甲安尼。无啊，你是啥啊？乌白走来遮咧认亲啊，咧乌白乱讲。我是二阿某，大爷的地夫啊，恁家的女主人啊，死查某鬼啊，听清楚无？你是人诶？你敢讲几句啊？吼，拜托诶，人已经昏昏死死去啊，你是咧乱说诶？是毋是咧小情者，互阮照顾咧？赶紧出来，你好不好？少娘，咱即摆是翁某，对。翁仔某的意义就是爱共甘共苦，所以讲，你若是心情无好，我这个做翁婿的人，心肝嘛袂快活，你知影？我爱你知影，搁较大的波浪都无法度打击咱的感情。无论别人安怎讲，都袂去影响到我对你的信心。翁仔某本来就是一体的，你了解这个道理吼？那安尼真好，你即马开始，无论别人安怎讲，你拢莫甲听。少娘，你笑的时阵上水，笑一个我看好。我笑袂出，我笑袂出，我实在无法度，通我袂记你走。因讲迄话安尼歹听，那是一种侮辱。我看我真是受命，来家道明天扫帚，我过来到恁兜，才会互恁兜的人。你又搁在胡白讲啊？连你家己都无信心哦。我以前是真有信心，啊，毋过即摆恁兜一直发生遮尔多代志，这一定是甲我有关的。少年，我会遮尔爱你，除了你有美丽的容貌，上重要的是你有坚定的心啊！你真是安尼想？我确实是安尼想，而且永远都袂改变。爱会记啊，歹运拢是对伫对家己无信心的人，所以讲不管别人安怎讲，甲你拢无关系。你一点仔都无毋对。林通，我会有信心，只要咱阿某若是共一条心来打拼，我相信咱一定有幸福的将来。对，你讲得真对。等下爹边若好了后，正式将单机交予咱，迄个时阵咱翁仔某才好好将单机经营起来。倒位找解脱避远。
何这呢酸？面为何这呢长？阿良，你去怡丰饭店的吼，你若讲咱后日要出货，啊这是数量，啊，甲伊讲定金上也会去计算。安尼吼，嘿好，安尼我来。啊，毋通唬咱嘞，啊，就请车去哈。好好关去关去。哎，大较早转来食饭嘿。好。舅，阿舅，迄一天可能是我酒啉了较多，也有可能讲较实，希望你问我。阿舅，我是专工来甲你道歉的。这明通这人哦，实在愈来愈过分。你无听人讲，人讲新婚新未来细囝，听到你咧听袂离啊，哪有讲一天到晚拢甲你啊当作使用员伫咧看待？周大，这是阮兜的家内事，你免来操心。我家己嘛真想袂了，是安怎每摆我伫你的面头前，我拢总会来失态。可能是我用情太深，我无大能来控制我家己的感情。周大爷，你若要找啥，你家己找，我无用陪你开讲。我是要来找你的，我话要对你讲。你放手！你听我讲哦。周大爷，我袂听，你出，你赶出去！舅，我是陈明通的某囝，我无管你安尼做。你应该就是我的某囝，你应该。你放手！你袂见啥？你袂见？就算讲我较袂见识，我搁较袂见识，我绝对要想办法得到你。向行来。